早晨，各位觀眾朋友，今日阿全咧喺港珠澳大橋上帶大家睇下一個海景單位嚇。嗱，而家望到咧就係澳門、香港同埋澳門嗰邊嘅海景嚟嘅，一望無際嘅海景啊！成個珠海呢種海景景觀啊，都係非常稀缺嘅。就算情侶路嗰邊咧，都睇唔到咁靚嘅海景嚇。嗱，首先帶大家睇下呢度咧就係港珠澳味蕾城第二期嚇。而家最售緊嘅單位，呢一度咧係110平嘅，可以做到2房嚇。嗱，入門呢度咧係客廳嘅位置嚟嘅嚇，呢個位置咧就係我哋嘅餐廳啦。嗱，然之後咧佢嘅廚房喺呢一邊嚇，你可以見到啦，全部都配齊晒俾你嘅，包括埋冰箱啦，廚房嘅油煙機啦嚇。燃氣灶啦，呢一用電嘅電磁爐，然之後呢邊咧洗手盆嗰邊咧就係我哋放洗衣機洗手盆，出面咧放一個空調機位嘅位置嚟嘅嚇。嗱，呢個咧係大單位入面嘅81平可以做到2房。如果話你唔係咁多人咧，又係比較中意睇海景咧，可以睇下呢個景觀先嚇，因為呢個都比較適合嚇。再睇下我哋嘅休息區嘅其他佈局嚇。嗱，呢一間咧就客房嚟嘅，但係一樣咧可以望到同一個景觀嚇，同客廳一樣嘅景觀嘅，非常靚嚇。可以望到嗱，因為今日落雨嘅嚇，所以咧有啲霧霾嘅嗱，望出嚟咧就可能就眼前呢度嘅海景喺度啊。如果係天氣好嘅時候咧，你直情可以望到對岸嚇，真係非常靚嘅。嗱，呢個咧係81平，佢就做咗一個2房單位嚇。呢一邊嘅統一都係使用電嘅嚇，全部都係包括我哋煮嘢食要用電啦，熱水器啊，全部都要用電嘅。嗱，呢間咧就係主人房嘅，呢度仲有個衣櫃啦嚇。當然啦，呢個係示範單位嘅參考嚇，但係咧會有一個交流標準俾到大家睇嘅嗱。總共咧有3個戶型，呢個81平咧就2房嘅，168平咧就係3房嘅，仲有去到210平嘅4房嚇。而家過去再睇下其他。而家我哋睇緊咧係216平方，實質係可以做到4房嘅。嗱，呢度有一個房間，呢個入門位置客廳嚇，呢有個超大嘅露台，差唔多成10米嘅露台嚟㗎。嗱，呢邊咧係有3個房間嘅，總共咧有4房。但係而家咧佢示範單位係做咗一個改動。做咗個創業用板間，呢度咧就隔開咗，就做咗2個房。而家我哋跟住鏡頭入嚟睇下入門咧，呢度係個平方位嚇，再過嚟咧呢邊先係我哋嘅客廳位置。呢度交流咧到時係有呢埲牆嘅。呢一間咧係個做埋書房嘅位置都然之後呢度可以擺埋一個書台嚇書櫃，然之後呢邊出面嘅露台係連通大廳嘅露台嘅。總露台咧有10米嚇，因為今日開放拍攝都好多人。呢邊咧客廳同埋餐廳嘅位置。再過嚟咧呢邊係我哋嘅廚房，到時交流都係有埋嘅。等下有個交流標仲可以俾大家睇到。呢度咧可以望到我哋港珠澳大橋嘅口岸嘅，就喺前面啦。咁你落去關口從呢度行過去咧10分鐘車程嘅。唔係 ，sorry， 10分鐘行路，我已經幫大家試過行過去10分鐘嘅。我哋經過商場嘅3樓就可以行過去啦。咁呢度咧係270度可以望海景嘅。我哋行出去露台望一望，10米大露台望出去嘅海景非常靚啊！可以見到咧，今日係落雨，所以見唔到咁清楚。平時咧可以見到香港嘅機場嗰邊嘅，景觀係非常靚嘅。再過嚟咧就係我哋嘅休息區佈局方面啊，再睇下房間嘅佈局。呢個係216平，可以做到4房嘅單位啊。呢度咧洗手間係公衛嘅嚇，到呢度吸住咗嚇，但係咧都係用電動馬桶嘅。呢個房間實質咧應該係到呢一邊嘅嚇，但係佢可以3個房間都可以睇到海景嘅。呢個創業房間，所以就改大咗呢個房間，將呢間房嘅一半嚇。而家佢呢度展示咧係做咗個梳妝台嚇，實質呢個一半同嗰個一半咧係做間房嘅。然之後咧再過嚟就係我哋嘅主人房啦嚇。主人房咧，其實我覺得呢一邊嘅咧反而冇168嘅主人房好大，因為全部睇住1期嘅樓同埋口岸，全部睇晒海景就
一啲啲啊。但168平咧係望對面嘅，對面嘅咧就冇遮擋嘅海景，就非常靚嘅啊。所以咧如果景觀靚咧，其實168仲靚啊。大家會睇埋168嗱，呢邊咧可以講啦，廁所呢個配置咧同5星級酒店非常相似嘅啦，非常高檔啊。而家我哋過去睇168嘅交流標準。嗱，而家咧過嚟睇下示範單位呢邊嘅交流標準嚇。呢邊總共做到3梯3戶嘅，每部電梯出嚟對應一個單位嘅。咁呢度咧168平嗰個電梯出到嚟咧係有個平台仔嚇，呢度係俾你自己使用。呢一塊咧係攞去做咗一個鞋櫃嘅，到時就可以擺滿你屋企啲鞋櫃啦。然之後上面咧可以擺明監控嘅嚇。呢個入嚟咧就係我哋右手邊就係客廳嚟㗎啦嚇。我都有客戶租人喺呢度住，價錢咧去到9000蚊嚇，所以呢度咧係完全可以租出去嘅，唔憂租嘅嚇，比較好租。嗱，呢一度咧交流標準都係有嘅嚇，非常靚嘅一個背景牆嚇，大理石電視背景牆。然之後你可以見到嚇佢嘅陽台啊，因為好多呢種商業樓係冇露台嘅，但係咧佢有個8米嘅露台啊，可以望到無遮擋嘅海景嘅。對面咧就係香港嚟㗎啦嚇。咁呢一邊咧係珠海嘅情侶路嚇，情侶路從1號到呢個88號啦。嗱，呢一邊咧價錢啊賣緊就5萬幾嘅嚇，但係咧佢都係一棟樓嚇，唔似呢度。呢度咧起碼仲有個小區花園咁啊，佢冇嘅，佢樓下就落嚟就冇㗎啦。賣緊5萬幾，呢度咧而家先3萬5嚇，而且呢度係270度全海景嘅。嗱，呢個位置咧就係我哋廚房位嚇，到時咧係可以拉過嚟封咗嘅，即係如果你煮嘢食嘅話，都唔會走晒全屋嘅嚇。呢邊全部係用電啦嚇，呢個有嘅抽油煙機同埋咧電磁爐。呢度咧係有個冰箱俾到你嘅嚇。冇記錯啊，因為我啱有客人住緊啊。下面係洗呢個洗碗機，下面係洗碗機嚟嘅。然之後咧呢度會有個熱水器，超大電熱水器。呢度你可以擺埋個洗衣機嚇，洗衣機就冇配埋㗎，但係都可以講配置嘅家電都比較 OK 嘅。可以閂門子嚇，入嚟呢一度咧，佢有個內置嘅鞋櫃嗰啲，但係好多人嚇，因為我帶人哋睇租嘅時候咧，可以講10套8套咧，個鞋櫃都要整喺出面，整多個鞋櫃喺出面嘅。呢度咧就喺室內就可以擺下收納啦嚇。例如話呢度空間嚟去塞下其他啲嘢。呢個係我哋嘅電閘嚇。塞埋啲其他啲收納啦，被啊、書啊啲資料啦。總共3個房間咧，呢度係公用嘅洗手間嚟嘅，全自動嘅電動馬桶嚇。然之後呢間房咧係細房間，可以攞嚟做書房就得，但係一樣有海景嘅嚇。呢邊係海景，情侶路1號啦，頭先嗰邊係88號下面咧係我哋小區1期、2期即係1期已經係有園林㗎啦，2期都有部分嘅園林做咗嘅所以咧呢度比對面嘅呢一棟嘅海景樓係好好多，因為有小區配套啊嘛。呢邊咧係我哋嘅客房嚇，總共3個房間，每個房間都可以睇到海景。當然啦，最靚都係主人房嘅270度呢種環弧形嘅海景就比較靚嘅。呢度咧係衣櫃啦，同埋佢嘅浴缸啦到時呢度放翻個遮光簾冇人睇到唔會走光。咁樣咧就係168交流嘅標準啦。當然啦，如果2個人住揀1:1就 OK 嘅。如果想住得更加舒服、體驗更加靚嘅海景咧，可以揀168嘅。當然啦，仲有更加大嘅210平全海景睇你中意嘅嚇。有中意嘅話，可以過嚟呢邊睇，可以先租嚟住體驗過，再決定都 OK 嘅。有諗法可以後台私信我。下期見，拜拜。